咁歡迎大家參加今日嘅講座啦。咁其實今日咧都係有非常之豐富嘅活動啦，係俾大家參與。首先講翻今日講座嘅目的啦。其實我哋知道大家可能係作為父母啦，或者病人係知道係有側彎呢個診斷咧，都係可能好多恐懼啊、模糊啊。咁我哋係想增加大家嘅知識啦，令到大家都知道咧，其實係有啲咩嘅治療啊，特別喺一啲新嘅治療嘅方案嗰方面嘅嚇。都想帶動一啲係已經係臨床使用嘅治療嘅方案啦，亦都係有啲係可能係喺研究當中嘅，咁大家都可以理解多啲嘅。咁你見到咧喺第二個環節咧都有個平台啦，可以對翻一啲係對話啦，可能大家都會係有啲問題想問我哋咧，之後一個途徑透過一個 QR code 去到發問俾我哋嘅專家嘅。同埋都想澄清翻一啲嘅，即係可能一啲嘅誤解啊，或者一啲嘅特別可能喺私家市場所帶嚟嘅恐懼，導致一定要咁樣做手術啊，各樣咁樣嘅嚇。其實6月嘅咧就係一個叫做 Scoliosis Awareness Month， 即係全世界咧都會係有唔同國家類似咧嘅節目咧，去到係增加大家對於係側彎嘅知識，同埋係對於治療嘅理解。咁香港比較特別咧，我哋係有超過30年篩查嘅計劃嘅。咁呢個係比較特別，因為好多地方係冇。咁都係由我哋瑪麗醫院、根德醫院去到係創辦嘅。咁我諗大家在座好多家長、病人咧，都係透過呢個途徑咧，之後咧都選擇咗去根德睇我哋嘅醫生咁樣嘅。咁咧我哋整個今日嘅program 咧有2個環節。咁第一個環節咧就係一啲講座嚟嘅，會有啲唔同嘅係顧問醫生啊、港大嘅教授啊、一啲嘅研究員嘅咧，去到分享一啲不同關於係側彎嘅診斷啦、治療咧嘅知識咁樣嘅。咁所謂有個中場休息，但係呢個中場休息咧都非常之豐富。喺出面咧係會有4個唔同嘅展覽嘅，喺翻依間房咧，會有翻一個物理治療嘅示範嘅，同埋喺翻出邊轉右一間側房咧，就會有一位時裝師咧係教導咧點樣係有側彎咧係可以著衫咧去到係令到係冇咁明顯咁樣嘅，都非常之特別嘅呢個演講。所以咧陣間我哋專家講就會喺翻呢度啦，我哋呢個係運動嘅示範會喺翻呢度。咁去到第2環節咧，都係所有人翻嚟呢度演講廳嗰度。咁出面大堂咧就係會有我哋4個展覽啦，亦都會有茶點嘅，咁係先到先得嚇。咁咧就係啦，呢個就出邊右邊側房，就係關於係衣着啊，點樣去到配合翻戴呢啲腰架啦嚇。咁咧到第2個環節嘅咧就係互動啲嘅，會有我哋資深護士嘅分享啦，跟住會有一啲病人，有2位病人同埋家屬嘅分享㗎啦。咁最後咧就會有一個 Q&A 咁樣嘅。咁 Q&A 模式嘅咧，其實就有一個 QR code， 就其實喺翻大堂啦，或者而家都可以 scan 住。咁你 scan 完之後咧，就會有5個項目嘅咧，就揀落去之後咧，例如係診斷啦、治療啊、做運動啊各樣㗎啦，之後可以自己打入提問㗎啦，跟住我哋司儀啦、阿方醫生咧就會揀去到問翻我哋呢啲嗰啲係專家㗎啦，就會咁樣嘅下一個畫面。OK， 咁因為時間關係咧，我都直接落去第1個講座㗎啦。咁呢個係一個好基本嘅介紹啦，對於係側彎嘅。咁都多謝阿鄧醫生、黃醫生，因為個 PPT 咧都係有啲嘅啲料都係由佢哋去到係抄過嚟嘅。正常嘅脊骨嘅咧個形狀就係咁樣嘅。咁你側睇咧，的確係一個 S 型嘅彎咁樣㗎啦。但你背面睇咧，應該就係直嘅嚇。平時有7節嘅頸椎體啦，12隻嘅胸椎體啦，同埋5隻嘅腰椎體。咁但係側彎嘅意思咧，就你背後望佢咧係有一個彎，係超過10度嘅。咁可能啲人即係都會俗稱係一個 S 彎啊、C 字型彎咁樣㗎啦。10度以內咧就未達到一個側彎嘅規格嘅。咁咧側彎其實咧係一個咧係立體嘅畸形嚟嘅。咁所以除咗有一個 S 型喺背後望之外咧，有一個旋轉嘅。咁你見到例如呢度啦，嗰個病人除咗一個側彎之外咧，成個椎體咧係有一個轉移，所以咧會見到一邊嘅肋骨高啲，一邊低啲嘅，咁會導致一啲畸形。咁呢啲就係比較上
臨場會見到嘅問題啦。你見到咧左邊個病人咧腰線咧就側埋一邊啦，依位咧就係膊頭就高咗啦，因為個彎會比較高啲。咁所以其實呢啲外表嘅異常咧都除咗係即係外觀上，其實都會帶到一啲可能病人嘅唔開心啊，甚至心理嘅問題啦。去到一個彎比較大啦，去到70度以上啦，特別係喺翻個胸椎體嗰度咧，有陣時係會帶到一啲嘅呼吸嘅問題啊，覺得氣促咁樣嘅。同埋經常喺個彎嘅位置咧，個病人都會覺得係有啲唔舒服啊、緊啊、冤啊、容易攰咁樣嘅嚇。咁當兩個圖片啦，去到分析翻側彎對於外觀嘅影響啦。你見到左邊呢度咧，其實因為個旋轉啦，呢個男病人咧，左邊個肋骨嘅咧都突咗出嚟。咁女性咧就可能咧會發覺係乳房一邊大一邊細，因為個旋轉同一個原理。咁呢度咧，你見到成個身軀咧都轉移咧係個重心向咗右邊嘅，咁所以平衡出現問題啦，外觀上有更加大嘅影響啦，甚至都會容易攰啊，個彎都比較容易可能之後會惡化。咁啊側彎咧就大致上係有4挺嘅，最常見咧就係原發性嘅側彎，另外包括先天性啦、神經肌肉性嘅側彎啦，同埋一啲咧係同綜合症有關。咁其實整個講座咧，其實我哋之後咧都主要咧係針對原發性側彎嘅為主嚇。原發性側彎就佔據所有側彎大概7至8成咁樣嘅。咁咧其實佢叫原發性，因為我哋都唔係太清楚嗰個成因，但都同一啲基因可能有關啦，同啲荷爾蒙可能有關㗎啦。所以點解喺發育期特別會係顯露出嚟㗎啦？亦都可以同一啲神經發育係有關嘅。咁先天性嘅側彎咧，其實喺媽媽個肚裏面嘅咧，啲骨形成都已經出現問題。平時啲椎體咧係長方形嘅，但係如果發育有問題咧，你見到啦，呢個係一個好似三角形咁樣嘅椎體啦，導致有個側彎㗎啦。另外咧，當啲椎體咧去想分開嗰陣時，有陣時出現問題，就導致咧係融合咗黐埋一齊。咁呢兩個情況下咧，都會導致係有一啲嘅先天性嘅側彎，就好細個可能0歲、1歲、2歲都已經係察覺到有側彎，因為佢個椎體係有畸形。咁肌肉性嘅側彎嘅咧，有啲人可能因為例如係腦性癱瘓啊，肌肉係冇力，基本上支撐唔到自己，坐唔得直，企唔得直，咁所以咧就逐漸會彎。咁佢嘅特性咧，個彎咧係會比較係大啦，同埋比較牽涉比較多嘅節數，好似咁樣。咁咧亦都有啲綜合症啦，例如呢就 Marfan syndrome 啊、Ehlers-Danlos syndrome， 同一啲軟組織有關嘅。啲軟組織比較係柔軟啊，比較有彈性啊，會導致咧係增加呢個側彎嘅風險。其實咧側彎喺整個人口嘅病發率都唔算話太低嘅。你用呢個10度以上嘅定義，大概2至4% 人口咧都有呢個嘅問題。但當然啦，你去到啲大啲嘅彎，例如係40度以上咧，都係佔佢整個人口嘅大概0.1% 咁樣嘅啫。咁我哋好幸運就有得篩查啦。咁篩查嘅年齡咧就10歲、12歲、14歲，因為呢個咧就啱啱係我哋嘅發育期當中嘅。咁可能大家經過學童保健都係經歷過啦。咁呢個嘅量度器咧就係睇翻嗰個旋轉。咁如果旋轉嘅角度太特別大咧，就係會係轉介係接受 X 光咁樣嘅嚇。但係最終嘅診斷咧，真係需要個 X 光嘅。咁而家咧係有唔同嘅 X 光嘅儀器咧，例如呢部 EOS 咧，其實好處咧就會減低個輻射率。咁例如你嚟根德福診㗎啦，我哋嗰個 X 光機都比較特別，因為佢輻射率非常之低嚇。咁跟住照完咧，如果係10度以上嘅彎就確診啦。咁而家篩查之後咧，早啲確診咧係非常之有幫助，因為當個彎冇咁大察覺嘅咧，其實咧可以觀察住佢啦。如果有惡化啦，其實有唔同嘅治療，包括係戴架啊，包括做運動啊。但係如果一路惡化去到更加嚴重咧，可能要做手術。咁以下咧嘅講座咧，對關於不同嘅即係治療啦，傳統啲同埋可能一啲嘅喺新嘅進展咁樣嘅，係啦。同埋就算係去到真係要做手術嘅幅度咧，早啲察覺，當個彎冇咁大咧，其實相對嚟講嗰個手術嘅複雜性嘅牽涉嘅節數都會減低嘅。
我哋治療嘅考慮啦，係包括個彎嘅度數啦，個彎嘅位置啦，嗰個患者嘅年齡，特別咧係佢個骨齡個成熟度去到一個咩嘅階段咁樣嘅嚇。咁其實骨齡咧就好多人都可能知道可以睇盤骨㗎啦，盤骨嘅骨齡咧唔係咁準確嘅。一路當我哋越嚟越成熟嘅咧，其實呢度嗰個盤骨個頂咧會慢慢咁樣鈣化。但係更加準確咧，就係睇翻手嘅手指啦，同埋手腕嘅生長板嚇。咁當一個人越嚟越成熟，生長板會由手指尖一路咧係去到手腕咧咁樣埋嘅。咁按照呢個咧，我哋會知道你嗰個發育嘅潛力有幾多啦。越大嘅話咧，其實個彎之後越有機會差咧係越高嘅。反而見到啲生長板埋晒嘅咧，其實之後個彎惡化機會咧就係變成係頗低，除非個彎都已經去到一個大嘅角度，例如40度、50度咁樣噶啦。咁就算咧係過咗發育期，都有機會惡化。咁呢個就係我最後個 slide。如果講翻一啲嘅未成熟嘅即係有側彎嘅患者啦，原發性側彎嘅患者啦，大致上咧嗰個係治療計劃就係咁樣噶啦。25度以下咧都可以係觀察為主，我哋都會鼓勵咧做一啲運動啦，例如係游水啊、瑜伽啊、球類運動咁樣噶啦。去到25度至45度，如果咧都係骨架未成熟嘅咧，都可以係用支架。亦都有啲特別嘅物理治療嘅運動咧係有幫助，之後啲其他嘅專家會分析㗎啦。但去到45度以上嘅咧，就去到一個係要考慮做手術嘅範圍。而手術咧係有啲唔同嘅做法嘅，傳統就係做融合㗎啦，但係一啲新啲嘅方法咧就唔需要做融合。咁暫時我就講到呢度，咁啊到下一位嘅嘅專家，多謝大家。